农历10月公寓，哦，永福宫天然岛，看看咯，非常惊叹啊，非常惊叹咯，哦，已经可以，新营永福宫天然岛公路公园，在南新的国中的西边，永福宫天然岛。材料江西良好山，哦是，就搞告诉挺可怜的，对，咱新年这良好乡田，良好乡田，福山主席的家父千岁，东晋的名相谢安。谢有千岁，另外也有谢有将军哦。谢有将军是谢玄的，还是谢石？好像是谢玄。东晋跟那个前秦、苻坚之间的战争叫淝水之战的时期的名将谢石、谢玄。是哪一个年纪比较大？可以网络搜索。永福宫天恩堂要举办超拔法会，农历的10月11日哦，农历的10月11日哦，15日是下元节啦，节庆的节，上元、中元、下元节，下元节要去拜那个水官大帝、水仙尊啊，10月11日，距离那个下元节比较很近了。